的这个基督长老教会，其实我们要说的是说，我们都从一样领受从神来的。那我们长老教会哪里不一样？我们其实上次已经有讲过了。那我们再讲细一点，这边有文字，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体制决定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呢不是主教制，主教制就是天主教、圣公会、卫理公会、信义会，他们是主教制，所以其他的人主教说了就算嘛，比较大。好，那我们呢不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我们也不是浸信会跟门诺会的会众制，会众制就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来投票决定。哎呀，所以呀，我们下一个礼拜，譬如说下一个礼拜我们要去聚餐，要不要聚餐？要不要决定这个 schedule？ 不是同工说了决定，去年决定下个礼拜要去就去，不是要全部人都同意，叫会众制。那这就很麻烦了，是吗？每一样事情都大家全部都要几分之几的同意，没有，我们只有重大的事情，譬如什么，要聘牧主任牧师，那主任牧师来聘牧以后，假如啦他的团队，譬如啦我们已经经历了请问陈牧师来的时候，陈柏芝牧师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投票？你们可能年纪不够大了陈牧师来的时候有没有投票？许承涵牧师来的时候有没有投票？没有，只有郑正仁牧师来有投票。为什么？我们长老会的体制就是主任牧师来投票通过以后，他要的团队只要他愿意，小会通过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好，这样就比较有效率啊，是不是？才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全部都要会众制，全部都要投票，那就不够有效率。怎么样也要全部人投票几分之几以上，财产要处分的时候也要。有很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要。所以那我们呢就是长老制，所以我们才叫做长老教会，就是我们透过我们选出来的长老，所以要好好选长老你们都是未来的长老，所以你们是未来的长老，所以现在好好学习怎么样用民主代议制，就透过长老来运行来决定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长老会呢，你们上个礼拜民事里面就可以，民事有介绍40几分，将近50分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里面有郑正仁牧师有看到吗？有认真看还有嘉南基督长老教会的什么会堂还有我们的圣歌队虽然出名了还有阿雅，那个我一连上去，阿雅写什么？刚刚有看到，嘉南基督长老教会7楼，就是这里所以回去赶快把这个分享出去，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民主代议制，那我们的神学就是上帝是主权，所以我们绝对不随便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让这个人好，这个人怎么样？主你一定要成就，没有，我们是主你是主权，我听你的为主，而且我们用圣经是我们最高的这个权威。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所以人人皆祭司，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刚刚传道已经有讲了，我在一人之下，对不对？在主耶稣基督之下，但因为爱神的缘故，我宁愿怎样成为众人之仆，成为去服侍别人的人。那我们每个人人人皆祭司，所以我们都可以来为人祷告。而且我们相信是复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元首，是我们教会的头。那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宗会中心制，就是我们呢各个教会不只是自己独立处理而不是，我们教会的财产归谁？如果财产是归总会，所以你不能随便卖掉。上个礼拜我讲到就有讲到有一个教会他卖财产，就那是有规定，要透过宗会核准才可以。传到今天去开宗会，就是我一定要开，宗会叫我去开，我就一定要去开会。宗会就是我们像我们新竹宗会，我们是用宗会中心制来透过行政体系做一些事情，不是总会了好，那我们长老教会呢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的这个会员，我们要经过这样小会的同意，而且下礼拜就是这个信仰告白那我们就会请小会员来接纳你这是我们的组织。那当我们加入了以后呢我们就成为每个地方的这个地方教会，所以我们长老教会很少有那个2000人、3000人的，我们不希望这样子，我们希望是什么？
7-Eleven 啊，了解吗？好，不远就有一个长老教会，你不要为了那个聚会跑很远，因为那个叫 mega church， 对不对？啊，是会让人这样迷失在那个骄傲中啊。好，我们没有那个4000、3000、4000、5000人，我们长老教1000人，我们就觉得太大了，所以我们不断去开拓。你看，嘉光离我们多远而已，没有很远嘛。好，中山教会离我们也没有很远嘛。哈，就是我们希望是离家里近，我们就可以去，所以我们希望是地方教会。好，那我们的教会里面有牧师跟长老，那牧师是教导。好，那长老就是做行政的方面，哈，那牧师由教会所选立，负责指导我们的信仰教导，推动教会的各项事情。那牧师受宗会的指导，所以牧师假如有怎么样，宗会他会来协助。我们长老教会有没有牧师是这个需要被指导的？有，在我们新竹宗会就有一个牧师，曾经他是结第3次婚的。那么我们宗会就要处理哦。请问我们基督徒如果在神的面前立约以后，我们还可以离婚吗？你是跟谁立的约？你跟上帝哦，你不是只是跟你的另外一半，不是哦，那是誓约。我们是跟神立的什么盟约？是神跟神的，好，所以我们宗会就会指导，就会出去，就会去处理这个事情。好，那我想就会去关顾他。好，我们不是就我们长老教会有个牧师有离过婚的，有没有？有，但离过1次，我们还可以说给你机会嘛，对不对？那你离3次，那求神怜悯嘛。好，所以在长老教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最近在不管全世界都一样，人是完全败坏的。在台湾的教会界，传道把你们都当成人，理性。在我们台湾的长老教，不是长老教，台湾的教会不是长老会的，也有牧师，不管是在这个婚姻上他跌倒，那不是长老会就没有宗会跟小会可以去怎样去督导他，就会比较会有。没有人可以管他，因为人都是完全败坏。我们刚刚讲了，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需要彼此扶持，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才不会怎样这个地狱乌噜噜，你们听得懂吗？地狱黑黑乌乌串关项，都关谁跟谁？像话对吧？对吧？所以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传道传道如果有小三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怎样？说传道他跟等来哦，好，那我们堂会像嘉光就是嘉光就是他有30个会员以后，又有2个长老跟2个执事，他就怎样？他就可以成为堂会，不是支会。所以嘉光现在已经是堂会，我们10月他要正式成为堂会好，那我们宗会呢，就是什么叫宗会？就15个以上堂会就可以成立一个宗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有很多的宗会，很特别的是，我们还有一个客家宗会，就是他们都讲客家话。然后他们自己15个以上，他们就成立一个总会，他们就可以决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那总会是全国教会会派，我们1年会开1次，那我们去开总会也会派人去参加，那就会有总会。那我们在总会里面有北部大会，有七星总会，我们这个叫做新竹总会。好。那我知道你们还是不飒飒啦对不对没关系，只要记得回来迦南教会，这样就好了。只要记得来选长老跟执事只要记得你应该要履行的，在对教会的服事，对人的帮助，这样就够了我们今天超过3分钟了。好，那我们呢要来分组。